可网下载应用，并分享咱事前的天发转线，让北人3米1，财政部关心。长久以来到台湾的客家人，生活都是顺应天气，勤俭又朴实。文化随着时间点点滴滴的累积，客家人表现出汉卡活泼、丰富深层的内涵。美好的文化和精神，透过头摆当到优秀的人，刻苦耐劳，替每只两位3万费用劳保顺，今早就累积充满了向前比的能量。客家人团结，综合节目的精神，就是胜利后退自信的典范，万古流芳。客家人的饮食，客家人的服装，客家人的艺术和建筑之美，甚至是客家人的生活哲学，是韩国几百年历史高效的进步日，自然神秘、独特的风格，深深影响到台湾。客家文化是符合世界潮流的文化，客家是世界大同的文化。记录历史，留下典范，发挥贡献，深深影响的工作，是一个持续交替的过程。掀开台湾的历史诗篇，让你看到台湾因为有客家而热闹，文化因客家汉卡丰富多年。尤其感谢五个热情参与和付出，让你也期盼客家贡献奖秋夏唔会无体的100分，做得一期接着一期传下去，本客家文化薪火相传到永远。行政院客家委员会2009全国客家会议屯客家贡献奖颁奖典礼正式开始。首先，我们来欢迎来自苗栗已经有8公年历史的陈家班北管八音团，为带来吹打音乐、万年风，还有太团圆的连奏，欢迎。欢迎。
非常感谢美丽参加班北港八音团带来的精彩的表演，感谢苗栗陈家班北管八音乐团带来的精彩演出。总统、主委以及现场的所有贵宾，大家好，我是卢瑞成。大家好，我是宋江林，我是宋金玲。今本日非常的荣幸来主持2009全国客家会议和客家贡献奖颁奖典礼，也非常的欢迎大家今天莅临我们的活动现场。是的，客家人呢从原乡来到台湾，分布在台湾的北中南东各地，逐渐形成了聚落。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及文化的交流当中呢，客家文化似乎感觉渐渐的式微。但是近年来，由于行政院客委会以及各位先进贵宾的努力呢，使得我们在客家语言文化产业有了具体施政的成果，而且得以传承跟发扬。我能讲哦，飞机黑 V 的传扬，汇聚传扬。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活动袋子上面，活动主题就叫做汇聚传扬。今本日我们的台湾哦，散忙飞机耶，未来就会传扬到全世界。这也就是我们马总统所提出的，建设台湾成为全球客家文化与客家产业交流中心这样的长远目标。希望大家做得强海来达标。错了。对大家强下来达标，三万达标吼，硬强精神啦吼。讲农村哦，作为台湾出名嘅一份子嘅行业吼，从众多嘅先民智慧形成根本非常有特色嘅客家文化，早已經自然融入存在大家嘅日常生活當中啦吼。所以根本呢，你邀請大家向前向下來表揚對客家事務貢獻當多嘅客家貢獻獎嘅得獎人士以外，更加交涉到國家嘅前沿同代表呢向下來努力來達標，來減負起延續到客家文化嘅傳承。同时呢，我们看到的行政院客家委員會，這近年來哦，真的是非常的努力。行政院客委會的努力，大家看得見。那麼，行政院客委會在推動落實我們馬總統所提出的9大客家政見，不但保留了傳統，同時呢，也增加了創新的措施。接下來，接下來，我們就會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王玉珍王主委上台來致辭，我們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行政院客委會主任委員黃玉珍黃主委上台致辭。歡迎黃主委。总统、副院长、总统府来副秘书长、周委员、各位客家贡献奖得奖人、中央部会代表、偃师乡镇首长、各位客家先进、客家事务工作的好朋友、各大学客家学院的后生朋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今天是客家当重要的日子，7屆全国客家会議同2009客家貢獻獎同時生態舉行，都得講係雙喜臨門啦，雙喜臨門。而特別感謝所有的貴賓鄉親在各地趕來參加，本人客家最大的關心來支持，還特別要感謝馬總統，因為總統對推動客家事務的堅持，將有今日全國客家會議的舉行。這也是有史以來全球第一次由國家元首親自邀集中央跨部會以及跨中央與地方的全國性客家會議。現在很美，用熱烈的掌聲來感謝馬總統。大家注意，總統在去年提出建設客家繁榮客莊的客家政見，另外特別提到每年
要召开全国客家会议，邀请各地区、各领域的客家代表同政府官员研讨客家事务。人家会议的结论呢，要交本政府相关部门来限制执行，严密追踪考核。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来筹备，所以中央各部会、各县市政府、乡镇、各大学同客家乡亲的大家指导下，让做的顺利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客家会议的举行，可以说是客家发展的新里程，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意义。它不仅是一个对过去努力成果的总结，更是一个开创未来前景的开始。去年5月啦，新政府上任以来，我奉命到行政院客家事务客家委员会来服务。对一个客家主体来讲，也是一个做得为客家同为乡亲做事情的最好的机会。我是用感恩的心情来承担一个责任。1年多来，我走遍了全台湾的客家庄，感受到乡亲的热情，也感受到乡亲对客家事务的有心。同时，我也感受到乡亲对新政府的热切的期待。乡亲的热情同用心，我十分的感动，同时感到责任的重大。我同大家报告，马总统的客家政见，当明确的为指出未来努力的方向同原则。我相信这条政策的落实，一定能为客家开创那一个新的发展的境界。这也是马总统领导下的新政府许给客家的一个未来。今天全国客家会议的召开，正是为落实政策的具体行动。我们一定会将这一次的会议的结论严密追踪考核，限时执行。这点向总统放心。今日特别同大家报告，客家委员会设立了客家贡献奖。除了要肯定同表彰客家先进在各个领域的贡献以外，同时要请出了客家新典范，进一步来鼓励客家后生能够用创新求变的精神传承客家、贡献客家、丰富台湾。本次大会的主题汇聚传扬，今日大家采下到的汇聚。除了为了要传扬全国人的客家，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努力汇聚的，未来终将传扬到全台湾、全世界。这也正是总统提出建设台湾成为全球客家文化与产业交流中心的长远目标，希望大家共下来达标。最后，我要再次感谢总统为客家来召开本次的会议。也感谢各位先进莅临指导，同时要恭喜所有的客家贡献奖的得奖人，因为人家都善良达标、牺牲奉献，客家文化将做得保存发扬。希望大家按支持努力，谢谢。感谢诸位的致辞。诚如诸位所说的，那么今天可说是双喜临门哦。一起则是上午的客家贡献奖的颁奖，二起呢是由马总统来推动的全国首次的，也是全球首次的客家会议啊。那么今天呢，总统特别也莅临会场，不但为我们全国客家会议及客家贡献奖来进行开幕式，那么待会还会为我们颁发终身贡献奖。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马总统致辞。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恭请马总统，为大家支持，恭请马总统。行政院客委会王主委、司法院薛副院长、各位贵宾、各位好朋友，大家安坐，大家好。
今晡日我真歡喜有也隻機會來也為老各位客家鄉親參加全國客家會議，因究首先愛感謝在座所有熱心客家嘅朋友。那麼各位長久以來對客家事務嘅投入，老大兵出錢出力，就無今晡日台灣客家嘅光榮。故所我愛接到也拜舉辦第一屆全國客家會議嘅機會，國內國外嘅客家鄉親朋友，表達我衷心嘅恭賀和尊敬。各位客家鄉親，黃主委講，今晡日係第一派由國家嘅元素來參加全國客家會議，我一定愛同各位鄉親報告。我本身嘛係客家子弟，今晡日我來參加，我係客人，唔係人客。可能有人沒聽懂呢，我說我是客家人，不是客人。研究在96年12月競選總統嘅時間。提出的客家政見，其中同重要嘅一項就是舉辦全國客家會議。經過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負責農業嘅籌備，同時在全國北區、中區、南區、後山舉辦4場分區座談會，收集客鄉親嘅意見。今晡日將做得在盛大地舉辦全國客家會議，我嘛相信今晡日嘅4個議題：語言保存、文化復興、產業發展、建設台灣成為全球客家中心嘅目標。透過大家嘅討論，做得進一步發展。起初大部分人都贊成嘅公司，作為政府未來施政嘅重要嘅參考。今晡日同時還有一樣同重要嘅法通，就是客家貢獻獎嘅頒獎。今年總共用8位的獎者，全部都係十分優秀嘅客家人才。黃主委特別老我講，今年嘅審查非常嘅慎重嚴格，所有參加嘅參選者都要經過初審、複審、決審，將做得你選得獎。嘛，因為安呢，今年嘅獎金比去年增加1倍，也嘛代表政府對得獎者從其以來為了客家事務奉獻大量嘅成果，最深嘅感謝和認同。在這裡，我請恕我深深嘅一拜，表達我嘅感謝和恭喜。上週日，莫拉克風台南部做太水，為了救災和重建嘅工作，政府需要投入更多嘅經費，財政會更加困難。就算按呢，每年度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嘅經費增加將近6億，乘上大約3成。從亞位就做得看出，政府係樣板的重視我嘅客家事務嘅發展。另外，為了達成牽成客家繁榮、客家種嘅目標，我嘛愛朝經濟部嘅產業發展基金，愛拿出一部分嘅經費本客家委員會來推展客家嘅產業。一下客家委員會黃主委已經有當完整嘅計劃，相信政府一定帶領嘅各位向下來牽成客家繁榮客家種。同時，客委會在今年8月25號已經頒布了客語宣傳詞嘅資格認定，補助了
评鉴有关的规定，那唔系对客家语言、文化、歌谣，到戏剧等厉害有专长，透过专业的审查认定，你会颁布你客语新传实验用线，作为头日传承客家语言文化的证明。不帮安尼，你也会补助客家的客语新传师经费，帮助其向下来推动传续客语的计划。当然，客家后生的人的将来，你嘛爱照顾到经过行政院客家委员会人事单位老考试院多多半夜协调，希望从明年开始，公务人员考试未来增加客家事务行政的类科，研究相信透过安尼的安排，做得增加后生朋友对客家事务的关心，来学习客家话的通力。今半年会议非常的重要，我会要求行政院到今半年所有会议的结论全部追踪得管定期来检讨，希望大家的同下热烈的参加，因为有客家台湾中年满，因为有5个参加，今半年的大会将会成功。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和乐，子孝顺贤，神望大家安之些，多啦。好，我们感谢马总统的致辞。非常感谢总统。我们也听到总统的客家话，真的说得越来越流利，越来越好了，是不是？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来谢谢马总统。客家话让人觉得充满自信。这是冬天的衣服，现在气温至少32到30度，相加起来，我现在体内已经燃烧到55度。我们看到行政院客委会，伊就会表彰社会人士来积极参加客家事务，对推动客家文化发展、丰富台湾文化的多样性有动态贡献的人，故所特别听呢，会颁一个客家贡献奖来做台中的模范。好，所以呢，首先来颁发的是公众生嘅贡献奖哦，今年得奖者有2项，分别是文松珍先生同陈运东先生。先来看嘅得奖嘅 VCR， 请看样片。来自苗栗南中嘅客家子弟，是唔是出去嘅人送北来打拼？一开始还係細細嘅點嘢，完全係對無都有嘅奮鬥過程。當然呢，啲出去咧讀書，你客家人去少一少，所以呢個環境之下呢，你要出嚟去求。能立足之地啊，也當時也非常困難。你雖然講年紀小小嘅，有客家嘅精神。新入成功過後嘅文松鎮變太頭家，開始回饋社會。10年前嘅9年嘅大企圖，而係許多在其中義股，去過40人嘅國家。那片是友誼，而能為想辦法去聽數。唔過而最關心嘅客家，無論事情有幾大幾細，而能為投入最大嘅心力。20年研究客家族群嘅文化同經驗，陳運東睇客家文化嘅領域，有歸國嘅 TV 還有成就，做過綜合嘅教作、國體代表，甚至睇報道文學一部分，未有歸國嘅成就，得到主辦單位肯定，得到終身嘅貢獻獎。第一隻只要難，第一隻啊，也良心話講啊，
伊孤单的嘛，这个土地这个状态。慢慢嘅收藏，慢慢嘅作品，陈运动20年贡献本地方文史同人文研究，对于客家族群嘅点点滴滴，就像係以腦回度嘅珍藏，停唔下來嘅人生節奏，就像係以得到客家終身貢獻獎嘅肯定強樣，而會持續嘅奉獻客家。也下用人用最熱嘅獎賞來分享2009年客家貢獻獎終身嘅貢獻獎得獎者文順珍先生、陳運動先生上台。首先我請文順珍先生發表得獎感言。今日馬總統、王主席、各位鄉親、各位貴賓，大家安早。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以來，對於客家鄉親嘅事務嚟講，非常熱情，所以這個事情呢，沒有空度的。首先，用返2009年嘅客家終身貢獻獎，先感客委會嘅這個委員啊，這個評審委員嘅那個肯定啊，今日獲得馬總統親臨頒獎，係我一生當中啊最光榮嘅一刻。為了個榮耀呢，所以我就要得到一半啊，還有一半呢，就係我嘅女人王世喜女士，對不起啊，好。多謝大家。係咩？女人的支持啊，包容，讓我義無反顧啊向前邁進，哪有今天嘅一樣嘅場面啊？所以今邊嘅用嘢請係用晒嘅，多謝大家。客家人不忘本，客家母語、客家文化嚟嘅喎，啲客家人喺度生意跟會傳承下去嘅時節。所以呢，我今日就有一個願望，啲客家人有刻苦耐勞嘅精神，已經出來讀書也好，各方面也好，有政府輔導之下呢，啲客家人啊已經有堅強嘅生存嘅力量，非常有進步嘅前途。那麼我一個希望之中，希望各位那個鄉親啊，喺度生嘅朋友也好，老嘅朋友也好，在讀書之下呢，救助他鄉即故鄉，所以勇敢行出去，對地方嘅事情、官場嘅事情也好，社會社區嘅事情，一切我行出去。行出去以後呢，老呢個地方嘅人是大新一片，通暢那個繁榮嘅社會，安和樂利嘅社會。所以喺今日呢，才是激發人人大家勇於行出去，勇於做國家大事、社會大事。今年我85歲，我女兒84歲，60年了，結婚以後65年，一路走來就是受客家鄉親的照顧，使得今日有能力生存到呢下來。我向你只希望大家更加增加客家人嘅表揚客家人嘅好處，來進步以外呢，對內團結大家一致來完成呢客家人嘅應該所做嘅事情。多謝大家。文順珍先生發表嘅感言，接下來繼續呢，我邀請到陳運動先生上台來支持。陳運動先生請。現代嘅總統先生王主席加副院長、來副秘書長，各位在座鄉親，我今日真高興、真歡喜。報道上講話，比人生嘅事態樂事啊，下加快樂。各位一定要記，做晚安快樂。一日快樂啊！我堅強鴕鳥，哪來嘅？
当然，我只讲话，我从事客家研究工作，係完全獨立嘅，無人做我對做。我只講很多啊，小馬由他吃得起咯。我冇講我樣看，我只搞研究，我吃得起咯。我用幾十年來，終於得到政府嘅肯定，政府代表全民，也代表全社會。自家做嘅工作，本全社會來肯定，哪會唔快樂？各位講起來，多謝各位。我也咁講，自家做到倆來，要按有成就，政府講話終身貢獻獎本嘅，我3年前想小睇喎。來狀了個名啊，政府肯定啊，我就咁講。迄萬嘅力量是都安樣啦，想來想去啊，我感覺到啊，唔係我一個人嘅事情，太家人嘅事情。我嘅家人、我嘅師長、我嘅朋友、我嘅同學、我嘅同事，甚至於我嘅同志，佢做一次協助我。所以在於我感謝得獎，我感謝所有可以幫助我嘅人。尤其像宋振國家講嘅，我感謝我那一班，我嘅伴侶王春基牧師。呢度媒體嘅朋友就幫咗我，我係講話嗬，喺咩嘅啊？做研究工作人啊，哪有我照顧家庭啊？不可能，完全就佢啊！家務上嘅處理唔是講，佢講啊，大天話買嘢，要我喺陳運動嘅煮飯呢，唔單將煮飯啲咯，照顧生意呢，春葉對外對內全部做，外張可以啊，講唔是講家務事啊，來做嗰啲資料嘅分析啊，來寫文章等等，所以睇為我首先。感謝所有，尤其我嘅那一班，我嘅女人王春基牧師對我嘅幫助。我在為我要求在座各位，我雖然係嚴重嘅命，今年也77歲，但係我係願意去做客家研究工作，按落嘅唔會再去田野調查，再去琵琶嘅啊，你講雙窮必樂。下往前，一個工作啊，實在做唔到。拜託各位繼續提供資料俾我，我可以啊繼續來做研究。最後再一次深深的感謝各位，多謝各位。恭喜哈！嚟一下，我請兩位得獎人到舞台一啲同來。到舞台該當中央哈。我們現在要恭請總統來頒發這個獎項，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客家貢獻獎終身貢獻獎。我們恭請總統來頒獎。文忠正先生啊，1925年在個美麗演嘅南中央出生呢。甚至都台北咯，在個水果行來做學徒，因為建議利用嘅百貨行成為成功嘅企業家。自從1985年24年間呢，文忠正先生見證啊，提供將學金攀離比賽回歸鄉里。做當道嘅事情。陳運動先生，佢喺1933年出世，佢喺台灣書寫發表客家研究專書《客家人》嘅作者。客家人1978年出版過後，當然就暢銷，成為研究客家一天而有嘅經典著作。也就將兩三通總統嘅客家嘅脫銷。請兩位得獎者跟我們總統一塊合影。獎品拿得來走咯。
哦，个奖牌拿你来做，先拍相啦哈。哎，合影留念，谢谢。哎，这位好，难得个机会。好，谢谢。恭喜。哎，同时谢谢总统为我们颁奖，请总统先行入座，恳请两位得奖者。哎，我们恭喜2位得奖人也先行入座，谢谢。谢谢。好，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安排一段表演。这段表演的意义非凡，也是头一个我们国家来主办的儿童合唱团哦，是一群来自屏东6队的客家小朋友组成的。一个团体呢，有请多位客家式的音乐教师来指导，还有众多6队采体的优秀师资，为到培育客家的下一代当打拼、当努力。佢哋用客家歌謠嘅傳統，然後創新來做主題，然後有個兒童歌謠一道兒歌嚇，然後佢創作改編做合唱曲，用聲音嘅歌聲來傳承客家文化。好，一下用最熱烈嘅掌聲來歡迎到6隊客家兒童合唱團，佢哋要演出嘅曲目係6隊有乜嘅好聲麼？唔點麼？6隊攏當好聲。還有呢，有4條歌誒，還有三個字，演辦法，還有個東西叫做普羅沃條。普羅沃條，我看到吼，發現吼頭前個3項吼，攏會識的啦。啊，喏第4項表演的吼係沃條，識的東西同沃條攏係共下呢。錯啦。模組都做模式呢。唔知佢哋用乜嘅方式來表現，我哋下個禮拜用熱烈嘅掌聲來歡迎6隊客家兒童合唱團帶來嘅演出。开草
精彩的演出工腔。同时，我们现场的贵宾，因为我们的马总统公务繁忙，所以要先行离开了。请大家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我们来恭送马英九马总统，恭送总统。感谢总统公务繁乡音乡情，韩国台湾各地客家庄记录乡亲最纯正的表演，收集无同样的人文风情。到礼拜日下午5點，請大家共下來聽客家最正嘅聲音，看客家最淳樸嘅人文風情。65歲嘅指頭先生曾志俊，17年前退休過後，當三毛推廣行業眼圖韓文。我哋上課時間啊，完全冇參考嘅治療，所以我講後面能夠講老先生所講嘅治療呢，能夠講整理出來。記者會用2件事情做目標，為傳承客家語言文化打拼。同意建立嘅文史資料調查已經30多年嘞。整理出客家人第二個地方過去300年嘅奉獻嘅精神加嘅體力加嘅精力。做得本鄉親了解家鄉嘅歷史，以你為業嘅事情係很難重要。恭喜紀元類嘅詹益元先生、文史類嘅得獎者王定祥先生，請2位得獎者上台。詹益元先生佢花了700年嘅時間，編寫整理許多客家史典，對研習古式客家語文嘅漢文嘅人係相當重要嘅參考工具書，和許多客家方面推廣貢獻動態。客家傳統美食係樣板嘅族群遷徙嘅背景，客家嘅山歌都係樣板演變同嘅發展，韓國有客家人嘅宗教嘅發展等等，100年來樣板來發展嘅也是喺個生活當中平常時，做許多點點滴滴嘅農財嘅王定祥先生以重視嘅史實貼近莊民嘅精神，留下難能可貴嘅見證啦。我哋來恭喜2位得獎者，一下我哋來恭請司法院副院長車彩全、車副院長來為我哋頒獎。我們恭請司法院謝副院長蔡全先生上台為我們頒獎，謝謝。詹益元先生亦喺土城立新竹師範中學好到畢業，以高職退休過後呢，就肯定許多客家文學開始，唐范生先生研習古式客家漢文。不過是喺多場當中遇到咁多嘅困難，不過他的熱心，為了做史典嘅整理。那麼呢位王定祥先生呢，佢係一位在地嘅客家文化工作者。以專研客家文化鄉土文史30多年，用多面向嘅觀點來記錄客家嘅歷史、先民嘅先後呢，來專屬編輯係調查嘅工作，做當道嘅客家鄉鎮遺址、種落嘅村史、四面文化客家民俗，當道啦。你感謝紀元類得獎人詹益元先生、文史類得獎人王定祥先生。也感謝副院長嘅頒獎，將車副院長先俾出得獎人，請嘅詹益元先生來發表得獎嘅感言，請詹益元先生。各位長官、各位嘉賓，大家好。我係新竹人培育客家語文協會負責人詹志俊，
今日非常荣幸得到客家语文贡献奖。首先，我要感谢客委会多年来的支持和鼓励。其次，我要感谢我海陆客家语文协会所有的理干事。提供让我姑娘旁边买五十奖在地震奉献，我从小讲客，但是我去做自己。自从民国80年参加了让江厅高中所主持的汉语研讨会了后，我就开始研究客话。其实语言是太自然的上任，比如讲好笑，好是好把河滚嘅水上，笑是树妹小滚嘅风上，不管水上风上，全都是看到面到嘅东西，看到面到嘅东西。就是假嘅，我哋客人講假嘅就按到好笑。唔知大家認為我會係講好笑麼？啊，我哋客家人保留了非常多兩種又自然又神奇嘅話，我哋用到底老了的話fit理理，你講係麼？最後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樂，祝福大家。恭喜詹一元先生搶先到台下入座。沙地銀海唱文史類得獎人王定祥先生發表得獎感言。王主席、車副院長、各位長官、各位貴賓、各位鄉親，大家好。好。得到一隻獎項啊！相關請感染良善，就係當年丁苗律師創辦中原客家雜誌嘅車書新羅先生。有個雜誌其中判年25年，我哋忘年之交啊！我記得喺民國71年暑假噶，有點啱嘅兩隻坐在那個泡茶閒談，我就吐痰講，將車羅先生安尼精神值得欽佩啊！吐痰講客家文化嘅流失一個脈絡，實在相關度咁嚴判的，而少少嘅講，用後生嘅。老實講，梗係越後生，唔是拖攤。客家文化做個做，唔專是，再是幾種在，呼叫錄起來，頭拿錢落去，就盡一份自家力量。按呢，我也就插枝呢，下禮拜開始開一個專欄，很多客家地方風物來寫，就按呢，以代表的呢，將來帶入客家文史研究的領域。那我上我感謝係蔡楚嘅阿東哥。那個師傅，民國70年開始參與客家文史研究，平常情況一多資料我也唔知啦。許多家伙開始我要尋資料嘅，嘛該上快速變出來，用個唔使去尋嘛，尋到用就拿出來樣。按照太公武士嘅精神，是來講客家至今日我得到安尼個種實至名歸。
特别讲深度有一份特殊的治疗，一天唔记得，样样有分工啊。像有一摆去深度嘅，你3个4个，印到10个本，带点来碰啊，这种感动啊，实在，我一生人唔记得。阿东哥，安是谁？要不然，申梦下飞王主飞以及评审嘅客家先进专家，本来就教，当然对个人过去将近30年嘅客家文化嘅研究啊，伊啲傾聽啊，也係跟人一生人最光榮嘅、最榮幸嘅一件事情，也係對我個人嘅鼓勵啊。然後，我一定在我有生之年，繼續以客家文化嘅傳承同發揚，繼續嚟三網打拼。在個過程當中，當然我亦感謝一度聽說過我，因為從下來仲係冇啲鄉土文化學會嘅理監事朋友，起來係嘛？本他個看啊！多謝，多謝。安尼好。王先生，向道向前來吼，假小說吼，當主都愛倒來，我來示範咯。冇問題啊。安尼。就是有。哦，客家文化、客家書講的繼續做。我咪看到呢，個宋振國啊，個運動國呢，得到終身奉獻獎，2到100萬，實在一響應啊！多謝大家。98年天師金鐘獎入圍名單公布了，明年劇集5主角獎梅芳，明年劇集5配角獎齊麗雲，明年劇集男配角獎楊仲花。優質客台靠向金鐘。對此農家做過國小先生嘅楊義松一篇上出去教書，還有講座，其他嘅時間都用喺文學創作。來創作客家文化，比較以前相對一些，很加精彩。楊義松表示，文學創作係以一生人嘅職業。鄉土畫家鄭文忠嘅畫風自然寫實，呈現一對風土人物嘅真實情感。所以我見畫嘅客家東西，幾乎是按那個頭擺嘅事情、明嘅事情，按個涵養國家客家嘅文化嘅精髓嚟嘅量。而愛用土畫將客家印象保留下來，讓客家子孫做得世代流傳。恭喜2位得獎者，文學類得獎人係楊義松先生，藝術類嘅得獎人係鄭文忠先生，請2位得獎人上台。老扮演、新扮演、葉扮演、慶豐演、新扮演、喜連連、芒果演、鮮團演、新扮演、老扮演、爺爺嫲嫲好經驗。扮演葉演，家家戶戶睇春錢，一個大家動數嘅老扮演就係楊義松先生嘅作品。講到即當道嘅吼，大家談過實力，唔止係乜啥啦吼，唔止乜啥做。其實呢，恭喜2位吼，我講恭請到行政嘅客家委員會王主委王玉珍，王主委上台為你頒獎。葉義
义琼先生因为对故乡的情感，还有从小谈到由美发现的客家童谣，还谈到太人用山歌交流感情，就天天期望后创作的基础。故所其先生退休过后呢，就积极投入推动客家母语，还用客话写诗。然后因为在这样子呢，郑文忠先生佢担任到美术咯先生吼，35年哦，唔简单。退休以后转移故乡美浓来天气啊，看到好山好水呢，都佢把花下来，实在呢，对客家文化嘅传承同发扬哦嘅推广工作係非常嘅大。恭喜文学类得奖人叶明雄先生、艺术类得奖人郑文忠先生，感谢诸位为你颁奖，请诸位先回座。得奖人叶明雄先生请发表得奖嘅感言。各位乡亲大家好。我从8年来初办来呢，来到台北，我日日上得。所以呢，我想难得去伫啦。来讲90秒的感言，所以我非常感谢诸位，感谢所有品行到乡亲，我想爱家庭的欣然起立。我们家里我太太也在来了，跟大家谢谢。到先锋抬杠，先锋抬杠。我个阿公呢，阿爸冇读书啊，唔识字。但是佢嘅作品到世紀啊，全部寫在天道度。佢用奶帕錄出寫出壓奶卵心聲，到客家人嘅人命到人性，從時天到樹洞，汗水雨水分清。佢所描寫嘅天真生發嘅土天。係桃花飄香，腳踏實地，樹洞是一個景象。佢嘅信仰到生命流年，還在我嘅心肝度記憶中放鬆。故所，我熱切感恩這個很潤欣慰壓難來嘅農家之地，做一個客家人為上。我是渺小，從一句反火箭重要。但是，我會用累差嘅精神，千累萬累，累出客家人共性、共產自信嘅面容，生生世世到故鄉共纏綿。不管今後漲停板或跌停板，我們都一起套牢啊，不離不棄。感謝大家。感謝葉明松先生搶先到台下入座，感謝沙地另外一場藝術類嘅得獎人鄭文忠先生發表得獎感言。洪主委社會院長，各位貴賓，大家好。今日得到一個獎係感謝客家委員會嘅傾聽因為平常畫圖做冇咩到會得獎嘅事情，因為佢得獎就表示大家有傾聽我記得我很細我媽媽做繡花嘅，如果我跟拿圖一本人畫嘢嚟繡花，我媽媽嘅藝術嚟畫呢，嗰種畫可能很細種我媽媽鼓勵我做畫圖，太我畫圖嘅講田嗰度做天數表示嘅，要拿畫板去畫圖，跟畫到曬啊，要掹我。所以我面到要感謝我媽媽，要面到比馬上馬但是我多見係啲畫圖，我感謝我太太我喺度看見，我搶揀花冇買花，跟住搶出錢冇數呢邊要都會掉，所以今年我得獎啊，所以感謝我夫人家做完事嘅啦按照佢感謝伊，我明那些我做一個事情，所以我70年退休，我提高嘅搞美術搞35年。過去路看開始看到美濃嘅故鄉因變化，我哋嘅富士我爸爸嘅我就喊嚟做水畫圖，我就畫我哋嘅美濃嘅山川河壩啦個湖嘅嗰度，河房那個沿路嗰度因來因消失，我做咩那些我特別看到嘅歷史，我哋美濃冇記載，有複雜嗰度冇寫版是美濃嘅歷史，
俺个闽南研究画图，俺做画闽南个历史学啦，所以俺做由于客家个那个一个基因用的，所以俺做用来图画记录闽南个历史，所以俺画个加特别东西，用个特别嗰只客家个面史啊，因看咱个商户啊，上都无客家个面史吼，俺其他个建筑个都马个都无的，所以俺做咩用来画来记录客家个历史。哦，各种的安尼个闽南话的故事、闽南个英港故事、闽南个山药个故事，俺个画个图咯，俺做本太个用哦，所以俺就山药个结合、观光个结合，俺在闽南个陆家都贵顺美术馆，哦来做展览，本太个来教人画图，又顺那个安尼个艺术中心，教迄个家庭主妇个退休个学生，俺全部免费教学，俺本太个人晓得讲来画图哦，所以跟人人个喺闽南嘅畫圖嘅全部我聽人用，都要帶嚟埋個歡迎人哋畫圖嘅咯。又嗰種人哋客家人，人哋客家歡迎人哋畫圖。又佢按哋嘅美術館看圖要帶嚟埋要作劇嘅，美術館要按啲人看圖咯。又嗰種係為到提升人哋嘅美術水準，所以係為到教育哦，不關於社區嘅教育嘅，係個學校嘅小學教師嗰度嘅嗬。係嗰度學生嘅咯，都係教狀。如果老師就同人哋畫壁畫啦，要拿圖一邊展覽，做一個行動美術館。俺米教教嘅畫壁畫，你小學畫到中學、高中，甚至畫到大學去嘅，全部大學教安尼個叫做高中全部請佢畫大學，大學嗰時候安尼個藝術嘅安尼個知識，冇安尼考那個時，俺做那個有7件套安尼個基礎嘅畫圖，算啦俺畫40人好教，畫壁大壁畫，畫到15冊，一共10冊嘅嚟畫，俺有個體力啦嗬，伊嚟我音樂嘅，所以俺很有後生嘅時。就請人個話，已經75歲，可以話係幾上哦，係將來係個繼續努力，一個繼續為客家嘅文化傳承，用喺美術嘅安尼個方式來記錄，按將來向外發展嗬，按我向前看，應該發個特別嘅歷史，將來發未來嘅希望，未來嘅歷史嚇，按感謝講啦，祝大家身體健康，感謝。感謝。娟姐，你平常時係做乜嘅休閒活動啊？你條下愛講講，很條街人真唔係你介咧。你條下愛講講，請問本教節目地圖哪一隻節目睇好看啊？韓熙，你條下愛講講啊？娟姐，到底係乜嘅係你條下愛講講啊？每週三晚上9點準時收看，你就對了。类似贫困农家嘅总事态，推展客家文化常态几10年。客家话能不能传下去？面对台湾人来啊，迄单就会好，融入社会。来到新加坡几10年，希望将客家之美推广到世界各地。因为喺大學時期參加客家夏令營，本次分身對客家文化產生幾牛嘅興趣。慶祝夜晚應該係愛來自發自自己內心嘅覺想，但係慶祝夜嘅。而希望家庭也嘅教職嘅工作，繼續一步一腳印嘅向前邁進。恭喜海外推廣類得獎人總師太先生，從該青年參與類得獎人齊翻成先生，請兩位得獎者上台。1971年去新加坡離奇嘅總師太先生，佢係成功嘅企業家，有千多地方有千多間嘅公司哦，對客家事務出錢出力，推動客家文化常態10多年。另外，身體力行到落實文化傳揚嘅客家青年齊翻成呢，伊也係客語為主要嘅生活語言，數據來聽答面係客家歌，實在非常嘅特別。做你講客家生活就係客家，客家就係生活啦，嗬。恭喜兩位，一下能夠過一擺來搶，我哋先要下位俾主委，黃玉俊黃主委上台來俾我哋頒獎。請黃主委。有請黃主委。
钟思泰先生，佢喺台湾屏东县万万乡贫苦农家出世，佢喺新加坡创业十分的成功哦。为到本两岸三地客家人做得无分彼此、无分意识形态，故所呢，佢买嘢32套屏东六队嘅乡土之去送给大家。另外，在客家活动当中，时常看到齐范生先生佢嘅身影哦，或者係在個桐花樹下啦，開展相機見拍相。或者係客家藝術節嘅演唱會現場，攏做得看到齊范生先生一個後生人嘅身影吼。接下來恭喜海外推廣隊嘅得獎人鐘思泰先生，搶演參與隊嘅得獎人齊范生先生，也感謝主辦為你頒獎，請主辦會操得獎者鐘思泰先生將發表得獎感言，限時間2分鐘。行政院客委会王主任委员谢副院长，各位在座的得奖先进，各位也同个礼堂度的各位客家先进，各位来宾贵宾吼，大家好。好。我係鐘思泰，我故鄉話屏東嘅灣萬，睇嗰啲灣萬吼，頭面同2灣萬啊，其實也冇變啦吼，我今日真歡喜，有一機會參加一個行政客家委員會嘅一個貢獻獎頒獎典禮。但是我更歡喜呢，更感謝也客家委員會評審委員會對貢獻獎嘅評審委員會非常感謝，因為有各位嘅推薦肯定吼。當佢睇下共用計劃，哦，謝謝一個各位委員。同時，我感覺到我去到我在新加坡啊，有12年咧，我一直冇聽過我係客家人，因為新加坡啊人口啊400萬人，12.5%係客家人。但係客家人呢，每一個鄉鎮來嘅，好似幾多同鄉會，同鄉會一共有20間。所以我愛參加同鄉會呢，幾難選擇，但係有梅縣，有周亮縣，有吳縣，有嘅幾多所在。但是呢，我最重要嘅一點呢，客家人最當然係因為工業社會嘅進步啊，對這個客家人嘅文化傳承習慣，慢慢要添上去。但是我陸客34人呢，我全部推講客話。推廣客家人嘅文化風俗習慣，我希望在座嘅所有家長也能夠做到一點。是個客話最重要，客話係會曉得，都底下客家人嘅文化傳承。我有個傳承呢，我客家人嘅合作，特別入邊客家行政客家委員會黃主委啊，嗰個客家委員會各位長官。他人幾努力、幾熱心推廣客家文化傳承嘅推廣。我喺新加坡呢，我幾失望團一條當地社團，因為當地社團唔係淨係客家人，有都有福建人，有廣東人，有潮州人，有北方人，有江西人，有潮州，真多啦。所以唔係講參加客家社團都想講客家話。客家話落去推廣，所以台灣啲客家人許多嘅參加嘅客家同鄉會呢，出咗幾多問題，因為嗱你講咁唔嚟來咯，講唔出嚟來，當然講啊就兩樣啦，咁有許個就兩個有，係話愛良記嗬，嗰時係灣萬嘅祖先嗬，都寫愛良記，寫個清楚，有一點我希望呢行政客家委員會呢，能夠在黃主委委員呢兩頭啊嗬。更加加強啊，對一個潘家多講發通，因為按當然發通啊，使到客家人嘅文化呢，慢慢俾客家人了解，慢慢俾非客家族群嘅人也了解客家人嘅文化，
我今日按到节目啊，都本猜错嗰度客家人，唔係客家人足球呢嘢，又叫做客家 BNV 黃駐醫院所有嘅狀況呢，有個用心，所以我希望呢，我而家哋由新加坡這個雖然唔敢講樣做到樣成功，但過去冇做到嘅所在，從今後因為得了獎嗬，一個軍事上嘅壓力過大啊，我哋為了更加努力來想辦法推廣咱客家人嘅文化，然後行出來去，咱世界各地啊，已經有2000多萬客家人，唔係單單台灣嘅300多萬客家人，希望客家話呢慢慢增加，特別台灣啊，呢客家話呢。嗰啲道嘅更加慢慢消失，很多人要慢慢增加，希望能夠行出嚟，世界各地嘅客家鄉親啊，佢聯絡起來，咱客家文化呢，台灣嘅客家文化呢，慢慢推廣出去，也有藝嘅希望，也希望大家呢，將下來打拼，為了客家人嘅文化傳統，特別是客家語言，客家話冇點樣學，這個不管是西安話或者是海陸豐話，大家好，大家鼓掌好，新加坡也有一下子，新加坡有幾位台商會長，還有副會長，還有我內人的家眷都在後面哈，請站起來一下，非常感謝他們來捧場，謝謝。好，也好一場搶演參與女得獎人徐本生先生發表得獎感言。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王主委、車副院長、客家雜誌陳發行人，還有各位在場嘅客家先進，大家好。當歡喜得到2009年客家貢獻獎，感謝大家幫我嘅肯定和鼓勵。其實呢下去到台南個感覺當講用，但係呢也係一種自願嘅開始。不過我相信客家後生會一步一腳印，步步求上進。一切其實是個愛參與、學習、傳承，還有奉獻。首先，我感謝客家雜誌社20年無停嘅來舉辦客家夏令營，令我經歷了豐富嘅客家世界，打開人生嘅另外一扇窗門。還有感謝當道嘅客家前輩、客家先進，喺度為下客家嘅人，幫我指導留虔誠。還有電影下嘅小朋友，非常過去咁多年在客語教學、喺語文創作、客家發通嘅參與過程度上，自家用一隻做中學、學中做、教學上莊嘅心情，每張相片、每張獎狀。每位先生、每位小朋友、學生嘅，還有每位好朋友，都係自家生命中最美好嘅回憶，係會永遠嘅珍藏。當然，一定會感謝我嘅客家人。第一客家度，一直有講客家話。你一路以來，阿爸、阿妹，還有父娘嘅全力支持。老幾下條嘅拉嘅 logo 奉獻出來，也向下來參與。今日得到客家貢獻獎，只敢講係愛拿亞sắc萬金禧。這位還要邀請，很多嘅後生朋友，大家向下來愛客家。唔講好冇？好。客家話真神奇，一句愛一句。傳揚客家有意義，係會繼續三忙大兵，希望大家按住些努力。有意，感謝徐本生先生，將邊組，一下呢邀請所有嘅得獎者再次上台，接受到大家嘅祝福。溫春正先生、陳遠東先生、詹玉權先生、王定強先生、葉英強先生、曾文忠先生、鍾世泰先生同嘅徐本生先生呢，一下呢向下去到舞台嘅中央，同時呢喺中央嘅時間呢，同時也邀請到18屆嘅超院長行政嘅客家委員會黃玉珍主委上台同得獎者向下
合养留影。文化协商，我们所有乡亲的努力下，客家文化整体到很多发展的空间，老上瘾，每本都研发出群的精神和台湾人的民业土地方发扬光大。客家公园奖会将人所做的努力典范，喊卡喺本客家层层感通。我哋希望安阳的精神做得代代相传，永续不变，好也为苗老所有的乡亲客家庆海勉励。你也非常嘅感谢吼，行政嘅客家委员会哦，做啲来办案生态嘅活动啦吼。老实在对客家有贡献的人做啲来表扬出来。也下呢也感谢王主委、副主委，也恭喜所有嘅得奖者。恭喜我哋嘅得奖人，恭喜！恭喜！恭2009年客家公园奖颁奖典礼先可高一团咯吼，感谢各位嘅参加，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多水准。客家公园奖到颁奖典礼结束过后呢，会提倡大家哦，3等2等从嘅就会非常重要嘅全国客家会议分组讨论呢，一下会请大家先了一下，会准备参加会议嘅哦。爱识别证背面哦，有表示会议经常嘅从事很有体调。我哋呢会议有时候开始诶，要请大家配合准时入场哦，什么讲车？有嘅朋友嚟送花嗬，非常嘅歡喜。大家嘅送花要帶花來到上台咯。26年來，董事身上的學子傳承音樂嘅熱情唔是變過，為咗愛前轉半年發音嘅熱情來感通，分享做盤成長上年嘅潛力，非常啲國家音樂壇嘅舞台風，董事國小教育國樂團2009順飛音樂會，佢哋豐盛舞台10月11日8月早晨10點半，請大家準時收看。发射高挂在空中。希望人的世界多姿多彩，多情多义多笑容。风能量欢欢喜喜，天数闹洋洋。也是客家世界相应的地方，等你来了做英雄。阿母就来冲山。